高風險嗎？明年可以翻倍嘅股票？騰訊合作代表咗佢嘅科技護城河，銀行授信代表咗佢嘅資金安全點，品牌資源代表咗佢嘅業務基本盤，現金大於市值數倍，代表面色紅潤健康之極點。火龍商業09909最新現況。股價與市值，現價2.35港元，總市值15.11億港元，52週區間1.98到2.98港元，市盈率 TTM 6.7倍，估值處於低位。財務健康，2025中報營收13.01億，歸母淨利潤1.83億，手握42.85億現金，無計息借款，經營現金流淨額2.22億，財務壓力極低。業務規模，在管商業項目97個，建築面積111萬平方米，70%位於長三角核心城市。2024年末出租率91.5%萬家，戰略聯盟品牌550家。重組進展，母公司寶龍地產清盤聆訊延期至12月15日，未決則延至2026年3月，已轉讓32.4%股權抵債，重組成功概率高，失敗則可能分割資產，風險與機遇並存。2. 核心投資價值好處： 1. 財務基本面紮實，抗風險力強，現金儲備充足42.85億，且無有息負債，資金鏈安全。2025中報淨利率13.53%，毛利率31.15%，盈利質量高，三費佔比降至10.47%，成本控制改善。2. 區位與運營底子好，聚焦長三角核心區域，項目佈局優質，出租率穩定在90%以上。擁有4大商業品牌，運營團隊超4000人，經驗豐富，獲行業多項十強榮譽，品牌認可度高。3. 合作資源重磅，賦能價值高，與騰訊成立合資公司，搞智慧商業、數字化運營領先，獲中、農、工、建等大行授信，中行曾受100億，金融機構認可，合作品牌資源豐富，招商能力有保障。4. 估值嚴重低估，上漲空間大，市盈率僅6.7倍，遠低於行業平均，對比同行估值折價明顯。母公司重組月落地，解除關聯拖累後，估值有望收復，參考同類公司曾1年漲5倍，彈性足。5. 輕資產轉型有進展，增長有潛力。目前輕資產委託管理項目39個，後續將加速外託與管理輸出，擺脫地產依賴，打開長期增長空間。2025年新開業項目首店進駐率超80%，擴張落地見效。6. 重組落地利好明確，催化劑充足，清盤聆訊約束下，母公司重組只許成功不許失敗。若股權交割完成，有望引入強股東，改善公司治理，解除資金佔用問題，業績與市值均有修復動力。以上係個人意見，非介紹買入或賣出。睇咗呢段內容只能參考，投資者應自己衡量風險與得失，自行承擔投資損失及盈利。